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9月5号在家会主，我们要分享真实的力量。经文要读耶利米书46章1到28节。先来读今天的金句。给埃及王取一个绰号吧，叫他坐失良机的吹牛王。耶利米书46章17节。经文在描述埃及和巴比伦在加基米斯之战，最后我们也看到巴比伦入侵埃及。这段经文很清楚来记载日期和历史的背景。当时大约在主前605年，埃及和巴比伦在幼发拉底河边展开生死决战。加基米斯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，若能把埃及军击败，那巴比伦就可以长驱直入迦南地。这也意味着犹大的灭亡将进入倒数阶段。经文在讽刺讲述埃及及战败的情况。一开始我们看到埃及好像是很壮大，抬头昂首，充满自信，但是呢，转眼之间就溃不成军。在当时犹大的领袖，他们看埃及为他们的救星，把盼望和前途都压在埃及的身上。那这场战役把埃及它原本的真面目显露无遗了。其实经文的意义由25到26节来说出，挪即埃及的城市底比斯以供奉亚门为主，在这里挪和亚门象征所有靠自己骄傲挑战上帝的权柄之力量，而巴比伦在这边就代表上帝的主权和他的旨意，抗拒这旨意的最终的结果就是灭亡。这个话也应该是对当时的犹大来宣告，警告他们切不要倚靠埃及。他们以为倚靠埃及就可以脱离巴比伦的辖制。经文其实它最后2节也让我们看到，上帝虽然痛心他的百姓选择倚靠埃及而不倚靠他的力量，然而这位满有慈爱和怜悯的上帝却依然赐下他的应许给他们。上帝应许要拯救他们，应许要与他们同在，安慰他们不要惧怕。上帝虽然不能不惩罚他们，然而他不但是从宽惩治他们，而且还用安慰的话鼓励他们。唯有这样一位的慈爱怜悯的上帝，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。我们来默想，人生如战场，我们所需的帮助从何来？弟兄姐妹，你是依靠什么来决定你人生的胜败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有人依靠战车，有人依靠马匹来争取他人生的胜利，但是我却要信靠上主，我的上帝。我要承认你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是我得救的保障。我要宣告，我若心里倚靠你，就必得着帮助，得着胜利。我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